来过来。咬住，好，咬住，很棒。哎呀，很好，非常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完美狗狗训练师艾咪。我们都知道呢，狗狗非常的可爱，所以呢，好多人喜欢养狗。但是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狗狗会被弃养呢？其实呢，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对狗狗不够了解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实际到新庄的一个套房，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养狗狗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也希望借此让大家可以评估自己的能力啊，或者是条件适不适合养狗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他看到人的时候会过度的兴奋，然后他就是会一直这样，一出门就开始暴走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训练的感觉。非常很兴奋的去，那他每天都出门吗？会，每天都会带他出门。好，那等一下这几个部分呢，大小便的训练，以及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冷静，还有暴冲的部分，我都会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。往往呢，很多人会觉得狗狗会有这样子，他明明知道，他这个表情就知道他为什么还做错。其实呢，他们真的不知道。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今天他没有做错事情。今天在这个环境，他没有乱上厕所，我一样指着这里，很凶的跟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乱尿尿？”他一样会这样，就是一样会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反应其实是因为你生气，你们的脸很可怕，你们生气了，所以他怕。第一个呢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连接，就是哦，原来是这里不行，原来是厕所才可以，他完全没有办法连接。第二个呢，是它会变成一个寻求关注的行为，就是真的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要这样上，反正你们就会看我，你们都会来理我，我们要避免这样的状况。好乖哟，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的练习呢，会是狗狗在我前面，我不讲话，它如果坐下或趴下，我会给它。然后呢，如果它在那边跳啊，或者是做别的事情就算了，只是说在这个游戏的一开始呢，我会先让他大概知道我们要开始玩这个游戏，让他提示，我有食物哦。先给你一个，好乖。好棒哦！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眼神好像在思考，我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食物？但是他还没有做到的时候，我都不会给他任何的互动。等等，好乖哟。棒哦，好会等哦，超会等哎！哎呦，这么会等哦，好有耐心，为了吃做什么都是可以的。吼，等等呢。兔子，他想隔着那个把它咬烂，咬碎吸那个汁。他要把你这个当骨头那样在啃。他是要把它挖出来的意思。每只狗玩的方式不一样，我们只是要让它打发时间。好，我们在遛狗的时候呢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狗狗知道它要 follow 我们。很多人遛狗呢，就是被狗遛，你知道，狗在前面跑，然后它在后面追。这样子的方式呢，就是狗狗认为说，哦，那我就去我自己想玩的地方，我想去这里，我想去那里，反正你都会跟着我。所以呢，在散步的过程中，很重要的是要带领它。但我们的带领呢，并不是强迫它，我不是拉着短短的在旁边，而是我们的本身的态度，让它知道说啊，就是跟着我走就好了。所以我会用我通常会建议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目标，举例来说，就是哦，我要走到那一根电线杆。然后呢，你自己有一个目标之后，你走起来，你整个态度，你整个姿势，让他可以看得出来，哦，你就是要往那里走，他会自然的去跟随你。好棒哦！慢慢走。好，如果很拉，我们稍微停一下，等等，等它放松一下。好，兔子走。好，兔子走了。当他走在我旁边的时候，或者是他看着我的时候，我会去奖励他。
所以狗狗它其实很聪明，它如果知道看着你好像就会有食物，它就会一直看着你。那它为了要看你的话呢，它也不会离你太远。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试试看。那它现在在我前面没有关系，我们稍微绕一个圈，稍微吸引它过来。走好慢，怎么会走这么慢？好可爱呢！如果愿意吃，我们继续走，边走边喂。好乖哟，坐下。Yes, good boy， 好乖哟。这边，来，很棒哦，再来。